以前總覺得靠窗放榻榻米，床頭塞張書台，收納直接拉滿，結果笨重嘅床墊一鋪先至發現，攞啲嘢都麻煩到死，床下仲暗搓搓受潮發毛，簡直係收納黑洞。不如換個思路，咁設計更實用。一，窗邊做個組合櫃，打開上方揭板，唔使嘅床單被套全塞落，台面仲能代替床頭櫃使用，下方側拉櫃放大件，收納需求一步到位，攞取都超方便。二，延伸做個懸空書台，下面搭配兩個櫃桶好收納，採光好到學習都有動力。記得底下背板要落地，嗰啲親到嘅污糟鞋印，抹布一擦就乾乾淨淨。三，兩邊設計對稱式書櫃，收納翻倍仲不壓層高，成個空間都通透咗。台面延伸窗台先至寬敞，窗簾安裝省空間。四，靠牆擺放張排骨架床，內側牆面貼層軟包，靠牆瞓覺好似靠喺雲朵上面，溫馨感直接拉滿，瞓前心情都好咗。五，衣櫃移到床尾省空間，上面掛 T 恤同睡衫，下面掛長裙同外套，關上櫃門，灰塵入唔去，側邊櫃朝外開，頂部擺放雜物唔佔地，中間掛長衣長帽超順手，側面安裝開關唔佔地，底下搭配三個大櫃桶，分類裝常穿嘅衣服，攞取都超方便。關鍵分類放財健康，學習再都唔覺得壓抑，睡房細就咁樣設計。如果你都覺得有興趣，就快啲 follow我哋啊！